各位好，歡迎觀看 Wellness by Miri 嘅頻道。平時我會同大家講關於健康同埋一啲科學嘅資料，但係咧今晚我想講第二啲嘢。香港最近發生嘅悲劇係震撼咗整個社會，唔止係直接經歷失去嘅家屬，唔止係親眼見到現場嘅人，就算只係透過新聞，無論身在香港定係海外嘅華人，好多人都同我講，感到深深嘅痛、憤怒、哀傷以及恐懼、擔憂，甚至係有一種揮之不去嘅沉重。呢啲嘅感覺都係真實嘅，亦值得被大家好好咁樣睇見，同埋得到支持。呢幾日我見到香港人一如既往互相支持，揾到唔同嘅方法，用自己嘅能力去保護同埋幫助自己嘅同胞。而作為一個身在海外喺香港長大嘅人，我都問自己可以做啲乜嘢。我唯一覺得可以有意義嘅，就係透過我呢一個小小嘅頻道，帶來一啲理解、一啲方向、一啲安定，希望可以安撫受傷嘅人，亦都希望幫助一啲心痛身邊親友嘅人。今晚我會從科學研究、神經科學、心理學、營養同身體方面整理一啲關於創傷、壓力、焦慮同埋情緒過載嘅方法。等大家知道點樣可以喺非常傷心、錯愕、哀傷嘅情況下照顧自己同埋他人。第一部分，原來科學已經證明有啲人受傷比其他人更深。科學話俾我哋聽一件重要嘅事，全世界大概有15%至30%嘅人呢，天生情緒反應更強烈，亦都更容易被事件影響嘅，不論男女嘅呢個數字。呢個係被研究得非常完善嘅一個特質，咁呢個特質咧就叫做高敏感體質 （sensory processing sensitivity）。佢唔係一種疾病，亦都唔係佢故意去誇張，都唔係太情緒化，佢係一種真實存在嘅神經系統設定。當研究人員做腦部影像研究嘅時候咧，就見到高敏感嘅人喺面對情緒刺激嘅時候，同理心、察覺、自我反省嘅腦區更加活躍，杏仁核反應更強，壓力回復較慢。當悲劇發生嘅時候，即使係透過新聞畫面，呢類人嘅神經系統會吸收比一般人更多嘅情緒信號，所以你可能會發現自己會一直諗住呢件事，幾日後仍然覺得好沉重，會瞓得唔好，畫面重複咁樣播放，感到焦慮、心慌、煩躁，又或者覺得怪責自己，我又唔係受災人士，又唔喺現場，點解我嘅感受特別深過人呢？答案係你嘅情緒冇問題，你嘅神經系統只係同人哋嘅運作方式有啲唔同。而呢，我自己都知道，我都係一個高敏感嘅人。我自細咧都知道自己比身邊嘅人更容易被事情觸動，而我最近嘅基因檢查咧都證實咗呢一點。我嘅壓力生理調節能力咧係比一般人低一啲嘅，所以今晚嘅分享唔止係科學，亦都係來自我自己嘅經驗。第二部分，想太多也沒關係的提醒，係一本法國研究人員 Christelle Petitcolline 寫嘅一本書，叫做 Je pense trop。想太多也沒關係。呢本書裏邊，作者 Petitcolline 描述咗一個非常特別嘅大腦，佢好似樹一樣思考，一個念頭會生出10個分支，10個分支再長出更多可能性，最後腦海裏面就係一片森林。佢話呢一種人係精神運轉過度者，佢哋唔係壞咗個腦啊，而係運算速度極快，連結力好強，情緒非常深刻。咁就解釋咗點解呢幾日好多人對畫面咁難以放下。高敏感或者係樹狀思維嘅大腦呢，唔只可以見到事件本身，佢都會聯想到，如果嗰個係我呢？如果嗰個係我嘅家人呢？會點樣發生？點樣預防？可以做啲乜？如果再發生呢？思緒越來越多，情緒越來越深。Petitcolline 俾大家3個非常有用嘅建議。第一，將腦中嘅嘢倒出嚟，唔好逼自己同時攞住整片森林，寫低你嘅感受、思緒清單，畫出一個結構。第二，回到事實本身，問自己實際發生嘅事係乜嘢，邊啲係事實，
邊啲係恐懼或者係幻想或者係擔憂。第三，分清責任與內疚。高敏感嘅人好容易將事都怪責喺自己身上。問一句，呢件事裏邊有啲咩係我嘅責任，有啲咩唔係呢？呢三個動作都可以讓情緒風暴慢慢放低。第三部分，抗焦慮飲食方案，營養與身體反應。而家我想講一樣非常實際，而且同情緒有好大關係嘅事。身體嘅營養狀態係點樣影響我哋嘅情緒同壓力反應呢？有一位研究專家叫 Trudy Scott 喺 The Anti-Anxiety Food Solution 入邊呢，就提出一個重要嘅概念。佢話焦慮唔係淨係心理問題，更加係同身體狀況有直接關係。如果身體有以下情況，人就會更加容易焦慮、心慌、坐唔定。第一係血糖反覆上落，又高又低；蛋白質攝取不足，令腦部缺乏穩定情緒所需要嘅氨基酸，缺乏製造平靜感所需嘅營養素，例如係 B6、鎂、鋅。咖啡因、酒精令神經系統過度興奮，身體炎症偏高，腸道唔健康。Trudy Scott 指出咗4個方法。第一，穩定血糖。如果你情緒感到唔好嘅時候，盡量都要食嘢，每餐加翻適當嘅蛋白質。如果血糖太低嘅時候呢，身體會釋放腎上腺素，嗰種感覺就好似突然間心跳突然間緊張，好多人會增加焦慮嘅感覺嘅。第二，減少刺激物，例如咖啡、酒精、加工食品。呢啲食物會令神經系統更加緊張，喺情緒已經好負荷嘅時候，越少刺激就越好。第三，補充腦部需要嘅安心原料。腦部要維持穩定嘅情緒，需要足夠嘅氨基酸，主要就係來自蛋白質啦，去幫助身體平衡血清素、GABA 等帶來平靜感嘅化學物質。第四，補充常見缺乏嘅營養素，鎂、鋅、維他命 B6、鐵、Omega 3都係好多研究認為同情緒穩定、減壓同睡眠有關嘅關鍵營養。呢啲方法唔係即刻見效，但係呢亦都可以幫助身體慢慢翻去一個比較容易恢復嘅狀態，令情緒修復變得更加有可能。第四部分，創傷與新聞曝光。研究發現呢，喺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之後，有研究顯示，長時間不停重複睇災難新聞嘅人呢，佢哋嘅壓力症狀有時仲嚴重過現場目擊者嘅。意思唔係話叫大家唔好關心事件，而係提醒大家，你嘅神經系統有佢嘅承受上限，每人都唔一樣。心裏面想知道全部細節，究竟邊個係罪魁禍首？腦裏面想保持更新，但係身體可能已經超負荷。而你如果不停攞住個手機去睇，真係會增加身體同埋壓力上嘅負擔。所以最好係控制唔好睇咁多重複強烈嘅畫面，唔係叫你冷漠，係要俾你嘅心同埋身體一個休息嘅機會。我諗我都要放低我嘅手機啦。第五部分，點樣照顧自己同身邊人呢？如果你懷疑自己係比較敏感、感受深嘅人，以下呢啲情況亦都係值得留意：成日失眠、驚醒，畫面喺腦裏邊不停重播，情緒可能突然麻木，或者好容易爆發，對聲音、壓力特別敏感，心跳過快，覺得翳住，胃部緊張，思緒難以集中，想避開人群。請你俾個機會自己去揾人幫你，或者去揾專業嘅輔導人員。如果你見到身邊人有以上嘅情況，請你用溫和嘅方式陪伴，唔好同佢講你諗多咗啦，唔好睇咪得咯，唔好諗咪得咯。你可以話，我見到你真係好受影響，我喺度陪你。你想講講定係我靜靜地陪你？不如我哋一齊休息下，我哋出去行下，吸收下新鮮空氣啦，好唔好啊？陪佢一齊熄咗呢啲新聞，一齊散步，一齊做幾次深呼吸，正正常常食一餐飯，飲杯茶，呢啲少少嘅動作就係好大嘅支持。第六部分，我想讀一段一行禪師嘅說話，希望好多情緒好亂、好驚嘅人可以從中揾到力量。佢話：吸氣時，我讓身體平靜；
呼氣時，我展現微笑，安住於當下。我知道這一刻是美好的。當世界好混亂，心好痛，腦好嘈吵嘅時候，請回到最簡單嘅練習，慢慢吸氣，慢慢呼氣，俾自己1秒鐘放鬆面部同肩膊。過去已經改變唔到，未來仲未到，但係喺呢一吸呢一呼之間，你可以俾自己一個小小嘅安全空間，慢慢返到內在嘅穩定。多謝你今晚喺度，願你平安，願你身邊嘅人都感到支持。